好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梳芙梨班戟，我哋睇睇材料先。今次呢係一個1人份量嚟嘅，首先要準備好雞蛋、砂糖、低筋麵粉、牛奶同埋泡打粉。泡打粉呢同埋低筋麵粉呢都可以喺烘焙店買到嘅，好方便㗎。之後呢就要分開蛋白同埋蛋黃，記得小心啲啊！將個蛋黃發勻先，然之後倒入牛奶再發勻，將低筋麵粉同埋泡打粉一齊過篩。同蛋奶液撈勻之後呢，就成為麵糊代用。準備做蛋白糖霜，先打散蛋白，再用電動打蛋器將蛋白打至起泡狀，直到半凝固狀態就可以分2次倒入砂糖打勻，加入雲呢拿香油同埋白醋打至企身。咁白醋呢就係有助於令到個蛋白糖霜更挺身嘅。先將1/3嘅蛋白糖霜同埋麵糊撈勻，再將撈好嘅麵糊同埋其他蛋白糖霜撈勻。預熱個煎 pan， 然之後呢平均咁掃上食油，以防止佢黐底嘅。轉細火，倒入麵糊，分為3等份。倒入約1湯匙嘅水，加個以蒸焗嘅方式煮4至5分鐘。蓋記得呢就係小心將呢個嘅 pancake 反轉去另外一面，因為呢就係呢個過程千祈唔好壓佢啊，如果唔係呢就好容易呢縮翻落去噶啦。再加個煮2至3分鐘就完成啦，得啦！上碟之後呢，灑少少糖霜裝飾，同埋呢可以用楓糖漿或者蜜糖呢一齊食就超好味啦！見到呢個超好味嘅梳芙梨班戟，係咪好想食流晒口水呢？想食嘅就一定要快啲試做啦！嚟緊將會有更多嘅美食短片，記得訂閱 Candice Kitchen Channel 同埋上 Fans Page、IG 同埋 Blog，下次再見！